你知嘛？其實一個環境嘅能量磁場係由你而決定嘅。好多人都非常之好奇，點解呢？我前幾日就突然之間喺仲未請到人嘅情況之下，突然之間辭退咗2個工人，叫佢哋你哋聽日就走啦。有其中一個係全職照顧我嘅 BB， 我嘅 BB 未到1歲，跟住我嘅 BB 就喺佢哋臨走之前嘅1日，突然之間發高燒，跟住呢，仲要係連續發高燒發咗3日，我係有2日係完全冇任何嘅 helper， 跟住我同我嘅老公唦咁 hea 咁。如果係正常嘅人都會喺呢個時候開始埋怨，甚至乎會係發癲，因為你知道要照顧發高燒嘅 BB 係非常之唔簡單。我哋已經連續幾日冇瞓過好嘅覺，我係完全冇瞓過覺，因為我早上仲需要帶我嘅大 B 返學，我嘅細 B 仲要係連續幾日都發高燒，夜晚又要 monitor 佢嘅燒，加上我哋不嬲都有工人，而家係2個工人嘅工作突然之間冇人做，好多人都唔明白點解，我都解釋唔到，但係就係一種好隨心嘅一種感覺，我覺得應該係時候要斷捨離。喺我哋嘅呢一個現實生活嘅世界裏邊，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去喺你要辭退工人之前，你一定會先揾個 backup，make sure 有人代替佢哋嘅工作，咁跟住你先至敢去辭退呢啲工人。但係事實上，我嘅呢一番操作係一個非傳統嘅做法，我其實係斬斷晒呢一個能量磁場。唔好問我點解我識得咁做，我自己都唔知。但係事實證明，我嘅呢個做法係好 work 嘅。點解呢？因為我喺辭退呢2個格格嘅時候，呢2個格格一離開咗呢間屋企，佢哋嘅能量磁場就已經唔再影響呢一個環境嘅能量磁場，我哋成間屋企嘅磁場就改變啦。咁呢一個時候，我哋嘅小朋友之所以會發高燒，原因就係因為佢自己都喺度改變緊呢一個能量磁場，所以我哋嘅 BB 自己本身都係 upgrade 緊呢一個能量磁場。我喺2日之後就喺好短嘅時間裏邊就揾到2個新嘅工人，而呢2個裏邊包括有長期照顧我 BB 同埋長期打掃衛生嘅。咁我喺好短嘅時間入邊揾到呢2個格格入嚟。咁呢2個格格呢，佢哋入嚟嘅時候呢，佢哋就係一個全新嘅能量磁場，而呢一個能量磁場係根據我自己最新嘅決定而去決定嘅。所以換句說話，簡單啲講，我嗰2個舊嘅格格係帶住我舊有嘅思維嘅能量磁場，裏邊有包括我哋對格格嘅不滿啦，我認為舊嘅嗰2個格格做得唔好啦。喺我辭退咗呢2個格格之後，我有2日嘅空窗期，呢2日嘅空窗期足以可以令我整頓我嘅思維，我嘅思緒，令我去體驗咗1日我完全冇格格嘅日子。咁我就知道我繼續落嚟要揾一個點樣嘅幫手，要揾一個可以為我哋屋企貢獻怎樣嘅一種工作能力、工作態度、工作效率嘅工人。於是我就下定決心，我要2個點樣嘅格格。跟住好快，第2日當你一做咗呢個決定之後，第2日呢2個非常之符合我想要嘅條件嘅格格就出現啦。佢哋成功嚟到我嘅屋企，咁我完全感覺到佢哋嚟咗我屋企之後，我成間屋嘅呢一個能量磁場係改變咗嘅。而又喺呢一個時候，當我嘅思緒已經安頓咗落嚟，我喺呢2個新嘅格格入咗嚟1日之後，我就認為呢2個格格都係我要嘅，我已經冇糾結冇內耗，就咁我嘅 BB 都突然之間冇再發燒。喺醫學上，醫生會同你講，因為病菌感染，所以咧佢發燒3-4日，喺5日之內咧都係正常嘅。但係喺我哋相信嘅呢一個宇宙法則又好，能量磁場法則又好，我話俾你知，其實 BB 都係跟住 upgrade， 跟住我哋嘅呢一個能量磁場 upgrade。而當我嘅思緒已經決定咗呢一個能量磁場係點樣之後，佢亦都會跟住安頓落嚟，所以佢哋亦都突然之間唔發燒啦。